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彰化县今仔日是零确诊，但是前一天有一个20岁确诊的少年家，以枪在你的下班了后，甲无同县市的朋友到各县市去做社交的活动。卫生局是真担心讲会将做传播链。果然，即摆有一个曾经甲伊做伙出去佚佗的外县市的朋友嘛确诊了。来听彰化县卫生局的说明。是一个等待查传染源的哦。那昨天有个案，今天是0哦，请看下一张。那这个新增加的昨天新增加的个案呢，我们今天大概也知道了哦。那在其他县市已经有一起互动群聚产生的个案了哈。那这个群聚传染链，我们把它称之为跨县市年轻人的一个社交活动的一个传染链。好，请看下一张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，在整个接触者里面，发觉一起有参加这个社交活动的，在外县市已经有一个个案了哈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我们的个案是 CT 值是14，那外县市个案 CT 值是29哦，29哈，接近到30，所以通常 CT 值高哦，它的病毒量比较低哦，那很可能是比较早感染了。当然，这个不能完全靠这样论断。要辨别这个感染的时间，有时候还要靠血清抗体的检测来做佐证。那他们在7月5号有一个互相参与这个活动的一个接触史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怀疑哈，的确是有一个社交活动的传染链在产生哦。那这部分呢，我们会再继续做追查哦。